係太樹嘅項搭好貼結的索嘅囤裝批，仲可以準備好些嘢，就係白上樹嘅嘢。現在就是這是個活動的樓梯，然後下面透過這個複製件，然後下面兩個環，就像樓梯一樣活動的樓梯，然後再就可以上去。吳克峰一邊講一邊示範用嚟用索嘅白上樹嘅，本單體先做好好研究做些嘢兒，而且如果好太刺眼，頭路邊係過後，行過去練嘅白樹嘅嘢本等。白樹嘅嘢體驗本吳克峰感受到完全冇共用嘅太刺眼視野。上面青苔很多嘛，螞蟻啦，然後還有蟲，毛毛蟲。那再來就是像上去之後，有一些蜂啊，一些小蜂，很近距離觀察樹的時候，發現有一些東西我們以前可能是因為沒觀察到。單論樹立嘅那論產嘅現奶，吳口種下幾條本土原生種嘅樹樣，蘑菇按立另一條看流氓老體種樹嘅，味道嘅就係希望也搭山拿做得變做夢想中嘅自然生態教室。我們像現在種，我都很希望把它，就是說能夠有立牌，讓大家能夠認識這些植物。這也係吳口夢想嘅生態多樣化園區，而團體友們吳克峰也記下為想法共用嘅朋友。2年前6個人照顧嘅600萬，喺新竹縣永林鄉華龍村嘅6條行山檔，那也搭1.8公頃嘅山拿，想愛共下完成生態夢。我們很希望說，因為你要做生態，也很希望把它多元化，所以就開始，去找很多原生種以原生種植物為主，就開始去種一些很不同、很多元的植物。那個是我一個很嚮往的東西，對，所以我覺得那個其實很單純的，只是想要有一個森林，然後保持一個物種多樣性的一個森林在那裡面，這樣。這個芒草長得很快。畢業10多年嘅山拿，難免生草大弄，整理嘅幾久，拍得太多那遊戲嘅樹藤，高枝樹實在到熱頭嘅，上嘅也行過獎嘅。這棵柚子樹，它原本上面全部都是藤蔓，那我們後來花了很多時間把它修枝，把它藤蔓除掉。那今年就看到它開始在長新葉了，我們就覺得好開心哦。有人想愛有規片嘅自然生態山拿，也有人想愛變做有機耕作嘅耕種人。都全部都吃，就像美國一樣，全部都吃，所以沒有人喜歡種這種東西。啊，它現在它慢慢在變成果實當中，它就開始在結。吳克峰講嘅吃葡萄係以未來想愛量產嘅農作物，吃葡萄可能該多年都冇聽過。其實一般人不是聽得到嘅那白味，都係其中一種，同時也含係本土種哦。基本上，這是我想做，就跟生命有互動啊，觀察這些生命或栽種東西，看它們生長，覺得好像比較有成就感。無強嘅夢想，從下提新竹永林也搭山拿實現，賣地係實現夢想嘅開始。估到夢想，我用嚟古堡都市呢。嗰首白樹嘅大法通，9年白樹嘅認識樹蛋糕該相應嘅生態，變作為體好嘅方法。保持這樣的一個原始的森林，可是我可能可以去帶一些活動，然後讓我可以維生。其實加上一些現代的商業的角度，一個經濟的概念進來的話，然後我覺得反而可以讓這個生態更維持在我原來最原始的一個想法。連連沙沙並透過科技產業嘅條路，透過提山當賣地，9年白樹嘅實生態教室，安尼嘅生態夢想也得到當地村莊嘅支持。你華龍村啊，本來是生態當豐富，唔會講你生態豐富，唔點樣把人留佢保存下來，佢愛用人來落來落你哋村鄉來教育你所有的村民讓我們的資源，然後呢你生態，然後呢更豐富。更係讓我們更永續的發展下去。日本也搭山拿做地永續發展，一旦行講好，未來要做土地工業信託，
屯土地开放给大家来用。这土地事实上是不传子孙，会捐出去。我们最多再活个50年嘛，就不简单了。但是很多树事上它可以活几百年，我们看不到它这么大，但是希望后来的人能够看到它可以变成是怎么样子的。这个东西在国外是已经有在做，在国内好像没有人在做这种愚笨的事情。离开职场行業生涯，冇啲拼人嘅看法，一定要做自家想做嘅事情。要顧媒體唔做生理，做生態，提前做養林種下，俾後代子孫一天一片青山綠水嘅美麗原始疆土。